領土100第7個10天，神乃是烈火。第61天，因信福音，我們領受聖靈。加拉太書3章1至5節。無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現在你們眼前，誰又迷惑了你們呢？這是我唯一要問你們的：你們領受了聖靈，是因律法的行為，或是因聽信福音呢？你們既然以聖靈開始，如今竟要以肉身終結嗎？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？你們受這麼多的苦，都是徒然的嗎？如果真是徒然的，那麼神賜給你們聖靈，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，是因律法的行為，或是因聽信福音呢？讓我哋一齊禱告。耶穌基督，神嘅兒子，我們高舉你。基督十架嘅犧牲，赦罪嘅寶血，捨身嘅救贖，使我們重獲新生。我們從神領受了聖靈，我們的信心從福音而來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要話感謝，感謝神，使我從聖靈開始新生，從聖靈進入豐盛，從聖靈領受神恩賜我嘅一切。阿門。感謝神給我這新生命，感謝神主恩賜說不盡，感謝神從聖靈開始進入了高豐盛的救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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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神。